上网查，这么漂亮的海岸风景现在人去没有人跟你收1毛钱。居住那边的阿美族人也是我们都觉得土地是属于土地的，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人只是这个土地上面的一个小小的，过去就过去了一段。但现在就是 BOT 打着名号说要为东海岸带来发展，但是你想象，如果那些地方一旦开了停车场，开了饭店，你要看风景，停一次车100块、50块，要看海景第一排，一个晚上5000块、6000块，而且这些钱全部都被财团赚走了。你现在去都免费的没有人跟你收1毛钱，但是一旦被开发了，这些利益，住在部落里面的我们，也1毛钱都拿不到。或许可以去那边打工做折棉被洗房厕所偶尔会看到署秘在饭店里面表演我不知道这样的发展到底是不是最好的发展方式但是我们年轻人就是在外面工作的这群人，慢慢意识到这件事情这块土地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因为这一块土地孕育出阿美族现在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守卫我们自己的土地虽然原住民一直喊还我土地，但是这个土地真的是跟大家共享的，也是希望大家一样爱护地球，然后不要用破坏的方式来说建设钱都被财团赚走了，你们来现在还可以去，搞不好就你们去多多消费那些部落的那个民宿嘛，促进当地的产业像这里一样我希望大家一起帮忙，好不好？好。上网联署就是现在有联署啦，就是联署的人蛮多的，包括我们也要跟一些保护东海岸的一些联盟一起，联体哥发起的，里面有李宗盛大哥，还有严长寿老师、总裁阿妹张震岳。我们都一起来联署希望保护住台湾最后一块美丽的后花园。我昨天就部落的年轻人真的是难得，第一次那么大的召集，把所有在外面读书跟工作的都兰部落的年轻人全部招回来，然后也联盟其他阿美族的部落，像泰巴港口部落，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土地就是想要保护这块土地，然后不希望被 BOT 掉，我们就有做这样的布条，就这个叫捍卫守卫传统领域的。我是一个歌手但是绑起来像那个抗议但是我不得不说，因为我生在都兰，然后我又唱母语，我觉得我必须要尽这份力气，然后我也很感谢我的听众朋友，虽然我的听众朋友大部分都不是原住民，还有少部分是外国人，但不管如何，我希望你们一起来，来帮忙这件事情，就是那感觉很像，对吧？我就看到赛德克巴莱，我突然有这种感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电影，看到阿凡达一样，就是我们不希望政府在做这样错误的决定，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布条是我从部落拿回来的，然后，我当然不是送给你们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帮我拍张照，然后核销，好不好？核销，对好不好？可是要那个精神，要不要那个像赛的，谁的拜，保卫我的家乡，谁的，好不好？好，是，帮我这样。守卫传统秘密好悲伤了，要出草，第一次出草，骰子论，加油年轻人，我们的祖先，愿意绑就绑，不愿意没关系的，还是你可以绑到别人当围巾对，你不要，我们不是要做什么血腥暴力的事情，我们只是想要绑好看的而已。但是要守护这个美丽，这样一样要有气质，好不好？生理气的，放脖子和手都可以这样有没有感觉了？
然后有没有参与到那种感觉？勇士，谁的？骰子的技术，古巴的技术。好，哇，好棒哦！谢谢你们帮忙，谢谢。哇，拍张照吧，帮我拍张照好吗？耶！